新台病院自民國94年成立母嬰親善推動委員會以來，親近母乳的哺育超過20檔，並且持續通過母嬰親善醫療院所的認證。近年來，更加結合科技甲創新，透過婦產科、新生理科、護理部、孕產婦個案管理師、甲母乳種子講師等跨專業的團隊合作，提供孕產婦甲家庭個別化的支持，發展出機器人母乳的餵教，不但節省護理人員50%的餵教時間，以及早產兒實證的餵食照護等。照護系統有分為4個，第一個就是運用科技，就是運用凱比機器人來做傳統取代那個反覆餵教的時間，然後節省護理師的工作時間50%。那第二個就是運用實證照護，因為大家都知道現在高危險妊娠真的是超級多，那早產兒像我們醫院是醫學中心，早產兒的那個照護其實是更需要更精進的，所以我們就是運用實證醫學，然後應用了一些實證醫學，然後應用了一些口腔的訓練，然後來提升早產兒的照護。那經由這樣的介入之後，其實早產兒大概可以提早7天回家，然後也減少大概280萬的那個醫療資源。其中新台病院護理部的主任郭學明，嘛以19當前，家己因為是高齡生產早產兒過來人的身份，分享着19當前新台對着產婦的照護。那時候在加護病房做了2個半月，所以從進去以後，其實看到小朋友就會關心他會不會呼吸，能不能活下來，要吃多少奶，什麼時候可以回家，等等等。那這些疑慮，其實就是團隊就可以給我很多的諮詢。其實我本身護理師，但是隔科如隔山，所以沒辦法，就是還是會很焦慮啊。其實我們的團隊非常非常的所謂的精準，而且是專業，所以我透過個管師跟我互動以後，我就很順利的在2個多月以後就把小孩子帶回去照顧。現在已經是大學1年級，19歲了。新台病院對113年甲114年參與國民健康署舉辦的母嬰親善醫療院所成果之優的宣布活動，不但得到特優甲創意獎，同時嘛將母嬰親善照護延伸到社區，以及在南部成立母乳區的永續運作。現在嘛有工廠正研發將母乳做成乾式的粉末。相信無偌久就有母乳奶粉，不只會用提供早產新生兒，嘛會用照顧長者的營養，避免肌少症。台南新聞林彥根採訪報道。